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岑日飛。唔知大家平時搭地鐵經過中環站嗰陣，有冇留意過一幅淡樣嘅畫面？身邊啲後生仔女打工仔一個二個行路好似趕時間趕到顛達，八達通喺報閘機嗶嗶嗶聲響個不停，但係喺嗰條長到好似冇盡頭嘅扶手電梯前面，偏偏就有位長者企咗喺度，望住滾動緊嘅梯級，隻腳好似想踩落去，但又遲疑咗一下，顯得同呢個大都市格格不入。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節奏快到令人窒息嘅地方，年輕人每日忙緊肯食，忙緊 OT， 但我哋呢班行入老年嘅同路人，心裏面又會諗緊乜嘢呢？好多人都以為一個人老咗必定係因為身體機能先退化，但我走過咁多年人生路，睇到嘅真相往往啱啱相反。真正令我哋由內到外靜悄悄但崩潰嘅，唔係白髮或者皺紋，而是心境上嘅一種退卻心理。當你突然間 feel 到自己好似變咗做呢個城市嘅邊緣人，跟唔上潮流，甚至覺得自己係一個無用嘅包袱，嗰種自卑同無力感先至係最傷人嘅毒藥。古人話知天命，到咗我哋呢個年紀，理應活得通透，隨遇而安，追求一種好超嘅生活狀態。但係現實生活入面有一啲好微細，睇落去微不足道嘅變化，actually 正喺度偷偷地向我哋傳遞緊一啲好危險嘅信號，偏偏好多朋友仔都完完全全察覺唔到。譬如話以前朝早起身個人精神奕奕，依家一擘大眼只覺得成個人沉重到好似灌咗鉛膽，連落床都覺得吃力。當你行入公屋嗰間有少少潮濕嘅洗手間，望住地下濕滑嘅瓷磚，心入面竟然會湧起一陣莫名嘅恐懼，擔心自己萬一不小心跣倒跌親會點算好。又或者獨自一人坐喺客廳，突然間聽到屋企部智能電話響起，個人即刻精神一振，以為係仔女打嚟問候或者約去飲茶，點知撳開一睇，原來又係啲推銷借錢嘅垃圾廣告電話 spam call。 再 check 下個 WhatsApp 嗰度同仔女嘅對話框，依然係冷清清，佢哋上一條信息仲停留喺幾日之前，只係得張敷衍嘅長輩圖或者貼圖。嗰一刻內心嗰種空落落被人遺忘嘅滋味，真係唔知可以點樣同人講。呢啲睇落好似芝麻綠豆嘅小事， actually 正喺度一步一步淡，悄悄改變緊我哋晚年嘅命運方向。到咗75歲之後，人生嘅下半場先至真正拉開序幕。如果我哋想舒舒服服有尊嚴淡喺自己屋企安享晚年，唔使凡事仰人鼻息，依賴人哋嘅照顧，從而達到福慧雙修嘅境界，我哋就必須要從生活嘅細節習慣去自救。今日我想同各位朋友傾下5個最關鍵嘅生活習慣。呢5個習慣一啲都唔複雜，但只要你肯由依家開始做起，佢哋就會成為你守護生命、守護銀紙，更加係守護個人最高尊嚴嘅防禦盾牌。各位同路人，活得優雅同有體面，先至係我哋人生的終極追求。但就等我哋一齊靜下心神，好好探討呢個關乎你我命運嘅話題啦。踏入人生下半場，我哋成日講要活得有骨氣，其實喺我哋老人家的世界入面，呢個骨氣最直接嘅體現就係一個穩字同埋一個寬字。講得具體少少，
就係身要處得穩，心要自在得歡。第一樣嘢，我好想同各位朋友切切實實淡傾下我哋對腳。廣東人有句老話叫做一跌定江山。以前後生嗰陣聽呢句話，總覺得係誇大其詞，跌親咪起反身落，有乜大不了？點知去到75歲之後，呢個跌字簡直就係人生入面最恐怖嘅一個機關。喺我哋呢個年紀，喺洗手間入面一個唔小心跣到，嗰個絕對唔單止係一塊淤青或者一條骨裂咁簡單，佢分分鐘係一張奪走你餘生所有自由嘅終身監禁判決書。大家試下想像下，尋日你仲可以高高興興、舒舒服服淡行，落樓下去茶餐廳飲杯凍檸茶，或者去酒樓口班老友記食一盅兩件。點知今日就因為貪快或者腳軟跌咗一鑊，轉頭就要瞓喺醫院張病床上面，連條腰都喐唔到。由嗰日開始，你想起身飲啖水，想去洗手間洗個面，甚至連食飯擰把匙羹都必須要向人哋伸出對手，慢慢等其他人嚟幫你。嗰種由萬事不求人變成事事求人嘅心理打擊，先至係最折磨人嘅地方。喺香港生活，我睇過太多長者朋友骨子裏都有種好頑固嘅死要面子同埋驚麻煩到人嘅心態。明明感覺到自己個膝頭哥依家行路嗰陣有少少酸軟，上落樓梯開始有啲力不從心，或者朝早落床嗰一刻隻腳浮浮下，但內心總係默默忍住，唔肯同仔女講。點解呢？因為心痛仔女返工辛苦，驚同佢哋講咗之後，佢哋要一邊趕緊食，一邊仲要花心思花大筆銀紙帶自己去睇醫生。更驚嘅係仔女可能要特登請假嚟照顧自己，萬一影響到工作，被公司老細炒魷魚點算好？於是乎，好多同路人就選擇咗盲目淡，咬緊牙關去死頂，總係同自己講頂得順嘅，冇事嘅。各位朋友，呢種唔理身體警告嘅盲目忍耐，喺我哋呢個年紀，其實等同於慢性自殺。淡既然係淡，我哋又何必每日喺度講埋啲高深嘅大道理呢？最緊要嘅反而是做一啲切實可行嘅日常行動。香港嘅屋企通常空間比較狹窄，未必擺得到啲乜嘢大型嘅健身器材，但其實只要利用好客廳入面一張穩穩當當嘅舊木椅，就已經可以幫到大忙。我哋每日可以抽少少時間，扶住椅背練習好慢，好穩啖企起身，然後再慢慢坐落去，用淡嘅方式去鍛煉大腿同核心嘅力量。出門行路買賣嗰陣，要時刻提醒自己步步為營，唔好求快，每一步都要踩得踏踏實實。仲有一點好緊要嘅，如果發覺自己平衡力真係差咗，就大方淡接受，攞支拐杖幫手行路。用拐杖一啲都唔樣衰，依靠拐杖行出門口，自由自在淡過自己嘅生活，比起因為死撐而跌倒瞓喺床上面，更加有體面，更加有自尊。大家話係咪？另外一件事，我想同大家傾下點樣打破內心嗰個心靈木偶嘅枷鎖。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最緊要嘅係要明白，真正擊垮一個老人嘅，往往唔係物質上嘅貧乏，而是對仔女過度嘅情感依賴。好多老友記依家住喺公屋或者舊樓入面，雖然隔壁鄰居部電視機開得好大聲，出面一條街人來人往，好熱鬧，
但係一關上自己屋企道大門，面對冷冰冰嘅四面牆，內心嗰種寒意就會不由自主淡湧上嚟。唔少同路人都犯咗同一個錯誤，就係不自覺淡將自己變成咗一尊望仔石，每日由朝到晚坐喺度，乜嘢心思都冇晒，只係一心一意守住部電話，或者一直望住大門口，渴望仔女、新抱或者孫仔會突然間打電話嚟，又或者親自上門嚟探望自己，拯救自己嗰種沉悶同寂寞。但係各位朋友，我哋必須要有一記當頭棒喝嘅清醒。我哋睇下依家香港嘅後生仔女，每個人嘅生活壓力大到好似帶住個千斤枷鎖擔，佢哋每日做嘢要面對無止境嘅 OT， 份強積金扣完，交完層樓嘅供款，再應付完日常開支，每個月根本已經所剩無幾。他們每日喺出面為咗可食奔波勞碌，收工返到自己屋企嘅時候，其實成個人已經好似一條乾癟嘅海綿擔，連講多一句話嘅精力都冇晒。佢哋少咗打電話嚟，或者是放假無上嚟探你，絕對唔代表佢哋心入面冇你，唔代表佢哋不孝順。真正嘅原因係開於佢哋嘅生活本身已經被現實壓榨到精疲力竭。如果我哋一味坐喺屋企怨恨埋怨佢哋冷落自己，除咗令仔女背負沉重嘅內疚感之外，亦都只會將兩代人之間嘅距離拉得更加遠。既然係淡，我們就要學識一套聰明嘅 HERE 自決哲學。呢個 HERE 唔係叫你自暴自棄、渾渾噩噩淡過日子，而是叫你將放在仔女身上嘅專注力收返返嚟，放落自己身上，好好去過自己嘅日子。當你學識做自己心靈嘅主人，一個人嘅時間一樣可以活得好精彩、好超。朝早一醒，就算冇人陪，我哋都可以自己慢條斯理淡行落樓下，去報紙檔買份報紙，然之後行入街各間老茶餐廳，點一杯最中意嘅熱奶茶或者凍檸茶，又或者行去酒樓，悠悠閒閒淡叫一盅兩件，慢慢品嘗每一啖點心嘅滋味。飲完茶之後，再順路行去附近嘅街市散下步，睇下啲新鮮嘅蔬菜魚肉，同熟悉嘅檔主、隔壁屋嘅街坊隨意搭霎兩句，傾下今日邊啲京菜最抵買，聽下街市裏面熱熱鬧鬧嘅叫賣聲。淡養一趟行落嚟，你會發覺原來世界依然好大，生活依然好有煙火氣，根本就冇時間留俾你去胡思亂想、悲天憫人。真正內心強大嘅同路人，應該係一種隨遇而安嘅心態。仔女有時間打電話嚟，或者帶埋孫仔上嚟屋企探我當然張開雙手，滿心歡喜淡去迎接。如果佢哋太忙無嚟，我亦都完全唔會感到失望或者失落，因為我一個人都可以將自己嘅生活打理得貼貼服服，依然可以一個人好精緻、好優雅淡過日子。只有當你割斷咗心靈上嗰條依附喺人哋身上嘅鋼絲，你先至可以真正體會到乜嘢叫做晚年嘅精神獨立。亦都只有具備咗呢種心靈上嘅自在同骨氣，喺嚟緊面對更加現實、更加敏感嘅銀紙問題嗰陣，我哋先至能夠保持一份定力，唔會輕易行錯步。談完心靈上面嘅獨立，我哋就要踩入一個更加現實，甚至好多人會覺得有少少敏感嘅話題。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有兩件事係避無可避嘅。一件係身邊嘅銀紙，另外一件事就係生命嘅終點。喺易經入面，
萬事萬物講求一個分寸，識得喺適當嘅時候把握好斷同離，先至可以保住我哋福慧雙修嘅晚年。仲有一點，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要將自己嘅錢到最後一刻都牢牢淡握喺自己個手板心入面，千祈唔好過早交出屋企嘅財政大權。喺香港呢個咁現實嘅社會，冇銀紙喺手，簡直就係寸步難行。但係偏偏我哋呢班老友記，往往係全香港最容易破財、最容易落入圈套嘅一群人。點解會淡呢？其實不外乎兩個原因，一個係源於對仔女無私嘅愛，另一個就係貪圖市面上嗰啲包裝得好靚，號稱可以安穩代代收息嘅優厚養老投資項目。大家試下 check 下身邊嘅新聞，幾多辛辛苦苦做咗大半世打工仔，儲落一筆強積金同棺材本嘅老人家，就係因為聽咗啲所謂高回報嘅理財顧問講兩句，就以為為到個好正嘅發達機會，點知最後成副身家跌入個大伏入面，血本無歸。但係比起出面啲老千，最令人心痛、最無奈嘅，往往係嚟自自己最親嘅人。到了我哋呢個年紀，往往一聽到個仔話做生意虧本、爭人錢要破產，或者聽見個新抱女婿喺耳邊講埋啲好動聽、好溫柔嘅說話，話不如將層公屋轉名俾我哋，不如將屋企層樓賣咗，搬嚟同我哋一齊住，筆錢俾我哋幫你保管啦。我哋一動起慈祥嘅惻隱之心，心軟落嚟，就會糊裏糊塗淡，將自己儲咗幾十年嘅老本、銀行存摺，甚至連自己唯一可以遮風擋雨嘅屋企業權，通通雙手奉獻晒俾佢哋。各位朋友，咁樣做嘅結果會係點？我見過太多太多的例子，內裏往往都係一場悲劇。銀紙一出手，仔女拿到錢之後，起初可能仲會對你客客氣氣，但時間一耐，或者當佢哋自己都自身難保，忙緊搵食嘅時候，面色就完全變晒。更有甚者，錢又用晒，屋企又冇咗你個名，最後一腳將你踢去新界啲好殘舊、環境好差、服務質素好差嘅私營老人院度，由得你自生自滅。嗰種錢又冇、親情又碎裂嘅痛，簡直係生不如死。所以我哋一定要記住一個鐵一般嘅生存原則：信任同依賴完全係兩碼子嘅事。你可以100%去疼愛、去信任你嘅仔女，但你絕對不能夠將自己嘅生存底線完全交付出去。嗰張銀行提款卡、嗰本金邊存摺、屋企層樓嘅名，必須要自己一雙手死死守住，邊個嚟問都唔好鬆手。喺現實社會入面，手上有幾個先，你個人先至會有份底氣，先至會有個威嚴。你有錢得閒可以大方啖請仔女孫仔去飲茶，俾封利是班細路，大家高高興興。你有錢，身體有乜頭暈身熱，要睇私家醫生或者買啲補品老火湯料，都唔使低聲下氣去問仔女攞。記住啦，手裏面有銀紙，老人家喺屋企講嘢嘅聲音先至會有重量。呢個就係最現實嘅社會法則。講完錢，我哋仲有一點好緊要，同樣需要大智慧去面對嘅事，就係要學識喺安靜入面幫自己悄悄淡執拾好行李，為嗰場終將會到來嘅遠行做好準備。我知道喺我哋傳統嘅觀念入面，死呢個字簡直就係大忌中的大忌。好多同路人一聽到呢個字
就會覺得好唔吉利，好黑仔，甚至覺得仔女如果喺面前提就係不孝，咒緊自己。但係大家不妨冷靜落嚟諗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真正恐怖嘅絕對唔係生命走到盡頭嗰一刻，而是你走嘅時候毫無準備，結果留低咗一堆無法收拾嘅混亂同埋遺憾，俾嗰班留低喺屋企嘅人。大家睇下香港嘅居住環境，普遍屋企都係幾百尺，空間細到不得了。我哋好多老人家都有個習慣，活了大半世，乜嘢物品都唔捨得揼。幾十年前嘅舊報紙，晨早住唔落嘅舊衫，街市拿返嚟嘅膠袋，通通塞滿晒成個衣櫃同床底。如果我哋平日唔肯去面對，唔肯去清理，萬一有一日突然間撒手人寰，呢啲原本載滿回憶嘅物品，喺仔女眼入面就會一瞬間變成堆積如山，唔知點樣處理嘅垃圾，增加佢哋嘅負擔。更加糟糕嘅係，萬一涉及屋企層樓或者銀行入面剩低嘅少少銀紙，因為你生前冇交代清楚，無立好正式嘅意願書，仔女、新抱、女婿之間極之容易因為利益而起猜忌。你以為自己走咗之後，佢哋會相親相愛，現實往往係大家為咗爭多1萬幾千蚊，喺辦理後事嘅過程中當場翻臉，甚至鬧上法庭打官司，搞到本來好端端嘅一個屋企徹底變成咗仇人。咁樣嘅結局絕對唔係我哋想睇到嘅，亦都係一種極大嘅罪過。所以真正高尚有修養嘅文明做法，係趁住自己依家神志清醒，對腳仲行得走得嘅時候，默默站喺屋企進行一場斷捨離，每日花少少時間打開自己個抽屉，將那些幾十年都冇用過嘅舊物品慢慢清理走，留低真正最精簡最有價值嘅物件，同時準備一本安安靜靜嘅小筆記簿，喺內裏用心地寫清楚自己嘅存款狀況、各個賬戶嘅密碼，以及萬一自己要走嘅時候，希望用乜嘢儀式去辦理後事。你將呢啲嘢安排得越井井有條，就等於留俾仔女最大嘅慈悲同平安。除去呢啲身外物嘅整理，更加緊要嘅係心靈上面嘅交代。我哋平日同仔女一齊坐低嗰陣，唔好再成日去嘮叨抱怨佢哋以前做錯過啲乜嘢，亦唔好再提起那些陳年舊事嘅恩恩怨怨。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最能夠令成個家庭得到解脫、得到圓滿嘅，其實只需要喺適當嘅時候釋懷淡，同仔女講出3句金石良言。第一句係多謝你，多謝佢哋趕得咁辛苦，都願意做你嘅仔女，帶俾你呢一生咁多為人父母嘅體驗。第二句係原諒我，坦白同佢哋講，以前後生嗰陣可能脾氣唔好，或者有邊處做得唔夠周全，等大家將心入面個結徹底解開。第三句係好好過你哋自己嘅日子，話俾佢哋知爸爸媽媽依家過得好安心，隨遇而安，你哋唔使有心理壓力，大膽放手去拼搏你哋自己嘅人生啦。呢3句話聽落好似好簡單，但力量大到可以幫全家人卸下心頭大石，等你嘅晚年活得毫無牽掛，真正做到自在同安詳啦。講咗咁多生活上嘅日常細節，我想同各位朋友再行深一步，用我哋老祖宗留落嚟嘅大智慧易經嚟深度拆解一下人生命運嘅規律。
其實呢，易經講嘅就係一套陰陽消長、順應自然嘅人生哲理。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最緊要嘅係要明白生命嘅起承轉合都有佢嘅天道，盲目逆天而行只會傷到自己，唯有順應宇宙規律，先至可以真正做到福慧雙修，晚景安寧。喺易經64卦入面，第一個卦叫做坤卦，坤卦代表天，代表純陽，象徵一種永無休止、自強不息嘅剛猛力量。回想我哋後生嗰陣，30-40歲，為咗一頭家喺出面拼搏撲食，就好像坤卦入面最高速前進嘅飛龍蛋，每日坐地鐵、追巴士、捱夜 OT 都毫無怨言。嗰陣時我哋要賺銀紙，要掌握屋企嘅話事權，凡事都要自己話晒事，去操控身邊所有物件，安排所有人嘅命運。喺那個特定嘅人生階段，呢種凌厲嘅衝勁其實係好啱嘅。但係坤卦去到最高最盡嘅嗰一爻，有句好深奧，亦都好值得我哋玩味嘅爻辭，叫做亢龍有悔。乜嘢叫做亢龍？就係條龍飛得太過高，衝得太過頭，已經失去咗退路。到了我哋呢個年紀，行過咗75歲嘅關口，天道規律入面嘅陽氣其實正喺度慢慢收斂。如果我哋仲一味死死抱住以前嗰種強勢固執嘅掌控欲，喺屋企入面仲想繼續做個指手畫腳嘅太上皇，但就真係落入亢龍有悔嘅大伏入面啦。大家試下諗下，仔女依家都已經係幾十歲嘅打工仔，佢哋有自己嘅屋企，自己嘅工作方式。如果你仲天天喺度碎碎念，嫌棄個新抱買鞋買得貴，批評個仔返工唔識做人，連孫仔點樣 keep fit， 點樣教導你都要插手管埋一份。你管得越多，班後生就只會覺得同你一齊好大壓力，甚至會對你敬而遠之。你越想彰顯自己嘅權威，換返嚟嘅往往只係家庭關係嘅決裂。這種盲目嘅執住喺易經眼入面，就是將原本好好嘅晚年家運活生生逆轉成一場空笑。仲有一點，真正通透嘅老人家必定知天命，識得喺陽氣到頂嘅時候優雅淡向後退一步，隨遇而安，將生活嘅主導權安安靜靜淡交返俾下一代啦。另外一件事，既然坤卦嘅陽剛之氣要慢慢退位，但我哋就需要將生命嘅重心轉移去易經入面嘅第二個卦坤卦。坤卦代表地，代表純陰，象徵一種溫柔、順從、無私包容嘅大地力量。坤卦最屈機、最精妙嘅地方，就在於古人所講嘅地勢坤，厚德載物。大地係乜嘢樣嘅？佢永遠都係安安靜靜淡躺喺我哋腳底，默默無聞淡承載住世間嘅萬物。無論人類喺地上面起幾高嘅豪宅公屋，或者踩到佢幾咁污糟，大地都從來唔會發出一聲埋怨，依然用最厚實、最寬廣嘅胸懷去滋養萬物。到了我哋呢個年紀，真正令人佩服嘅修行，就係要將自己活得好似一塊溫暖嘅大地。正如我哋前面傾過，要好好保重身體，避免跌親，同埋要拿穩自己嘅銀紙，唔好隨便俾出屋企嘅業權。呢啲好實用嘅日常習慣，如果從易經嘅高層次角度嚟睇，其實就係默默淡幫自己累積緊一份厚德。你身體結實，可以自己搭地鐵、行街市，唔使仔女請假、捱夜嚟貼身照顧你。
你個荷包有錢，唔使成為後輩財政上嘅沉重包袱。呢種不添麻煩、自給自足嘅狀態，本身就是一種極大嘅慈悲，是在幫整個家族積福積德，絕對唔會無端端製造任何業障。當你內心嗰塊大地變得越來越厚實、越來越穩重嘅時候，你就會 feel 到一種前所未前嘅淡定同自在。面對屋企嘅瑣碎雜事，與清像以前淡為咗少少唔順眼就大發雷霆、厲厲聲大罵，不如多點保持沉默，用一種溫柔而通透嘅微笑去接納一切。各位同路人，老人家嗰種帶着智慧嘅沉默，往往比無休止嘅責備更加有一種無形嘅威嚴。當仔女在外邊忙緊搵食，受盡委屈，返到屋企，睇到你安安靜靜、氣定神閒，淡喺度品嘗杯熱茶，佢哋內心嗰種焦慮同疲憊，都會瞬間被你呢種穩重嘅大地力量所承托、所治愈。這種無聲勝有聲嘅境界，先至是真正能夠扭轉家運風水，達到家和萬事興嘅最高智慧啦。仲有一點好重要嘅生活習慣，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無論活到幾多歲，每日都要留返一啲嘢俾自己去學習。廣東人成日講活到老學到老，到咗我哋呢個年紀，呢句話真係一啲都冇錯。老實講，依家行喺香港條街度，科技進步得太過屈機，太過迅速，有時真係會令我哋呢班老友記 feel 到好大壓力，好無助。好多同路人內心深處最大嘅恐懼，其實就係驚自己同呢個時代斷絕聯繫。出門去茶餐廳食個外賣，人哋叫你用部智能電話 scan 嗰個二維碼嚟落單，身體有啲頭暈身熱，想去政府診所睇個醫生，點知去到先至知，依家要用電話 app 嚟做網上預約、預先登記，甚至連搭地鐵買張車票，身邊啲後生仔女一個二個攞住部電話，嘟一聲就過閘。面對呢啲冷冰冰嘅熒幕，有時心入面真係會湧起一陣莫名嘅自卑，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做個與世隔絕嘅原始人膽，顯得無所適從。到了我哋呢個年紀，我哋所講嘅學習絕對唔係好似以前後生讀書嗰陣膽，要去同人哋爭分數，考過乜嘢沙紙文憑。我哋依家嘅學習單純係為咗等自己個腦袋保持運作，唔好咁輕易生鏽。其實好簡單啫，只要保持一份對世界嘅好奇心，你個人就永遠唔會真正老去。譬如話唔好怕羞，大方啖叫身邊嘅後生仔或者街坊教你點樣撳幾下部智能電話，點樣用個新嘅 app 嚟睇新聞或者 check 下天氣。下午茶時間靜靜地坐喺屋企，慢條斯理淡讀一本好書，溫習一找以前中意嘅古詩詞，品味內裏嘅人生哲理。又或者上網睇片，學一兩個簡單嘅中醫穴位按摩，得閒幫自己撳下腳，揼下條腰。只要你個心仲肯去接觸新鮮嘅物品、新鮮嘅知識，嗰種心靈上面嘅生命力就能夠幫你抵抗歲月嘅侵蝕。行過咗呢5個生活習慣，我真係好想同各位朋友講一句真心話：75歲之後嘅人生絕對唔係乜嘢日落西山、凄凄慘、慘淡等天黑嘅黃昏時段。相反，呢個階段係我哋生命入面最精緻、最成熟，亦都係最具品格嘅黃金時代。我哋大半世人為咗仔女，為咗伙食奔波勞碌，
依家好不容易卸下咗所有嘅重擔，終於可以安安靜靜隨遇而安淡，為自己活一次。只要我哋身體住得穩，個荷包有錢，心境保持自在，淡養嘅晚年簡直比任何人都要活得優雅，都要活得有骨氣。各位同路人，聽完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心底話，唔好就淡聽完就算數啦。今日就等我哋一齊喺呢度同自己立下一個莊嚴嘅承諾，請大家依家動一動手指，喺下面嘅留言區入面留低腳字走或者錢字留呢兩句說話嘅其中一句，當作係俾自己未來人生嘅一張護身符。如果你 feel 到今日呢番話真係有觸動到你，亦都請你動動手指，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入面嗰班一齊行緊呢條人生路嘅老友記，等大家都可以福慧雙收，齊齊用最瀟灑、最有尊嚴嘅姿態，踏踏實實淡行好我哋人生嘅每一步啦。